기댕이 한 기대 한 기대 한 기댕이 대우발갱이 모변 점점 대우발갱이 얼큰인 저바이 대우발갱이 얼캐비죠 대우발갱이 phải chắc phá sông buồn 한 기대 한 기대 한 기대니 한 기대 한 기대 한 기대니 各位长官、各位贵宾以及新闻媒体记者朋友们，我们麻烦大家就坐，我们2点准时来开始我们2016客家美食料理比赛的记者会。好。现场各位贵宾，我们现在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客家委员会嘅大家长主任委员嘅李主委来到 NG 现场嘅，大家掌声欢迎我们的李主委。现场的长官、各位贵宾，还有我们的新闻媒体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今年2016客家美食料理比赛嘅联合记者会，我是庞叶纯。为了传扬我们客家的多元饮食文化，以及形塑我们的客家新印象，客家委员会在今年2016年特地结合了北中南东4区来举办我们的主题料理比赛，让热爱厨艺的达人以及新秀们能够借由你们的共同的努力来带动我们客家饮食的产业发展，让更多的乡亲朋友们、民众能够了解到我们客家美食的好味道。当然，在今天与会当中，我们也看到来了相当多的长官以及贵宾，在这边呢，我要一一为大家介绍。那待会呢，介绍到的长官或是贵宾，也麻烦你挥挥手跟我们致意一下。首先来介绍，也就是我们客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李永德李主委，欢迎李主委。接下来介绍，也就是我们客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范仲明范副主委。紧接着介绍的是我们的客家委员会的产业经济处处长，NG吴克能吴处长。紧接着介绍是我们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局长蒋捷安蒋局长。一修下来呢，介绍的是我们的屏东，对，我要在讲之前呢，我们的陈代理处长就说屏东嘿，捧场。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代理处长陈玉珍陈处长，三下来哇，来自这个台东哦，台东来嘅台东的民政处处长严志光严处长，还有呢，今日土到青台旁的文化交流协会的人员哈，也就那个台湾客家美食文化交流协会的理事长郭敏昌郭理事长莅临会场。哇，看今日真嘅来到非常多嘅贵宾。好，我想呢，在这个活动一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来先介绍一段呢，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的。太搞会讲，这个英文是英文吗？来，大家这个就是很多客家阿尔法、土豆、葱一、贝塔，我们刚好都阿法，这个阿法贝塔呢，待会呢听我讲，我讲不清楚，但是呢，我要邀请2位。非常有名的这个我们说的相声界以及口说艺术专家哈，给蔡秀玲老师以及张春泉2位老师，我们带来一段非常精彩的客家美食大追故，来众赏欢迎。好，哎呀，很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记者会的会场。
哎，在场的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张春泉，很沉痛的、很隆重的来介绍我隔壁这位。等一下，你是沉痛还是隆重啊？隆重。嘿，我隔壁这位啊，大家伙都认识，我们台湾相声界的中流砥柱。哎呦，没有啦，嘿，百年难得一见的女性说唱表演艺术家。不敢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啦？说半天你不认识我啊？哎呀，说相声的那么没有幽默感，客家一姐聂广记、月光姐，大名鼎鼎的谢小林小姐，谁不认识呢？你真的认识我哎？哎呀，我岂止认识你啊！我跟您这么说，你在我的心目当中啊，那真是偶像啊！哎，走，跟我走，请你吃饭啊？说走就走啊？择日不如撞日，没听说过吗？有啊。不过咱们得要先说好哦。西餐咱们绝对不吃。为什么？前一阵子啊，有人请我吃牛排，说什么特别的 juicy，我这么一切啊，我的妈呀，滋我一脸流血。哦，呀，冇问题，我唐人街看到抢来生马街。请你吃什么？今天是我们客家料理大会，是这个记者会现场，我就请你吃一道客家菜。客家菜，好呢，现场的巧不就会客家乡情，客家菜一定合口味。不过我请你吃客家菜哦，我有只特别的绕口。这个人请我吃客家菜还有要求，好吧？什么要求？你说。你会溜冰吗？溜冰，我会吃冰呐。这溜冰跟吃客家菜有什么关系啊？要不你会玩那个直排轮也可以啊。我这个人啊，热情海派，而且我们主办单位啊，都已经帮我们区分好了，分成北、中、南、东4个区域。你穿上了溜冰鞋、直排轮啊，方便你绕着台湾转一圈，而且吃一圈。品尝美食兼环岛，还不只是这样。是啊，我们这一次的比赛主题啊，还特别强调的是传统赌斗创新，赌斗。明白吗？遇到啊！对呀，一旦赌斗就能产生璀璨的火花，接着让我们客家精湛的厨艺冲出亚洲，奔向世界。意思就吃到地，又能吃出创意。没错，咱们头一站啊，就从我家先吃起。好，我请你吃一道客家小炒。客家炒肉，走的。好。你可别小看这一道客家小炒哦，怎么样？好像很一般，只要是客家馆子都会做。其实这一道菜里边啊，学问最大。那当然，在场这么多的大厨师，你问他们就知道，越是这种看似简单的家常菜，越要显示厨师们的本事。那可不，那里面啊有那个芹菜、豆干、有五花肉、干鱿鱼。这道菜难就难在这个干鱿鱼。你要事先把它泡得肚厚，恰到好处，明白吗？那个鱿鱼啊，不能太软，不能太硬啊。对了，太软没有嚼劲，是太硬了，咬不动。不过要注意哦，那个五花肉丝啊，先得要让它入锅，然后用那个文火慢慢的煸出它的香味。对，再用这个猪油啊去爆我们的鱿鱼丝啊，那爆出来又油又香，极好分呢。讲到我口水快要流出来了。干脆我这么跟你说好了，我会把这一道客家小炒把它端到你的面前啊，同时间我拿一个老虎钳把你的耳朵用力这么一夹，你都不觉得疼。我干嘛？我没神经啊！我太好吃啦！好生的上心呐！我做我们的蛋虾客家炒肉听听呐。不能光是客家小炒，那当然。那咱们再来一道，再来一道扣肉怎么样？扣肉我喜欢，尤其是那个扣在下面那个梅干菜，好吃的不得了啊！我是讲了感言后，不晓得吃的。我为什么不懂得吃啊？谁说那个扣肉底下一定要放梅干菜呀？那不然要放什么？你跟我走一趟后山花东，你就明白了。这叫做厨神遇阿婆，客家好主意。嘛该意思？
就是啊，腌制那个咸菜本来就是我们客家菜的一项特色。除了梅干菜，还有萝卜丝、萝卜干、咸菜、福菜、笋干、护子干、豆子干、花菜干、高丽菜干，可以拿来跟扣肉搭配的菜啊，那太多了。还有加上外带各式各样的腌制品，而且风味独特，各具特色。说的太好，太澎湃了。你刚刚有脱离呢？印象里面，客家的阿婆啊，都会自己腌制一些好的那个酱菜。没错。如果这次的选手们再配上不一样的食材，一定能够做出不一样的菜色。找机会我一定要下去吃一吃。你干嘛找机会呀？不是说好了我请吃扣肉吗？这个扣肉底下你想搭配什么菜，我都给它各放2斤，不就完了？你说的什么话？那个扣肉是属于盆菜，那个盆就差不多跟面碗那么大，你下面各放2斤，你那个盆要多大啊？这么说没错。一般人烧扣肉啊，大概就是这么大盆。对嘛？我给他换个大盆儿。你们家用脸盆扣肉啊？那上面要铺多少的肉啊？俺讲也有道理哦哈，跟肉是强度啊，胆固醇是强够了。哎呀，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好。要不咱们这样，这个肉啊，咱们就别放了。我光吃腌菜啊。开玩笑，开玩笑。你愿意这么吃，人家还不愿意这么烧呢。就是啊，有这么下饭的菜，来碗米饭吧。你讲以后係冇食飯食唔飽嘅傳統啊。什麼叫飯桶啊？典型的客家人吃饱不吃巧。什么意思啊？我们客家人呢，周身三忙大彪，每天都要体力，要有热量，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那就像我一样，我吃菜一定要配这个米食。那我张春水请吃饭，你想吃米食也不能光吃白饭呢。那你还有什么其他選擇嗎？就我用嚟問你啦。你嘅口味係偏南部也係偏北部？问我的口味偏南偏北，这有什么差别呢？咱们南部的客家乡亲爱吃板条啊，咱们就一路南下到了美浓高树一带。比赛的主题是料理职人遇到板条三兄弟。板条三兄弟。对喽，之前不是有丸子三兄弟、薯条三兄弟吗？都红透半边天了。是。这回我们鼓励厨师用这个板条作为食材，外带闽南的龟呀、新著名的河粉构成，那保证是好菜连番上场。我了解，这就是南部比赛的特点。没错。既然是要到南部了，咱们中途经过中台湾，是茶乡。遇上客乡，别忘了停下你的脚步。我们用苗栗、台中、彰化、南投4县市的茶种给它入菜调味，并融合了环保、减碳、养生的趋势，烹调出创意十足的客家茶享宴。哇！要总铺、南铺，全部买个韩国诶，那个买个口味偏北的。口味偏北啊，那咱们就来到滨海客乡，来一场米筛木制北海龙王之虾兵蟹将啊，又改吃米奇木哦。海客，顾名思义就是靠海的客家乡亲啊，他们煮出来的米筛木啊，都带海味。是啊，对，好，龙虾你好吃吗？龙虾，对呀，上头有2头长长的须，生猛清背大龙虾，爱吃吗？爱吃。你放心，米筛木里面绝对没有。没有，你讲的这么开心干嘛？没吃过猪肉，至少也要看过猪走路啊。哪回有人告诉你说，到了桃园靠海的客家庄，点了一碗米筛木，这碗里头有一只大龙虾，你信吗？不信。所以我说你多想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啊？米筛木里面没有龙虾，但是有金钩虾。哈别哦。虾米怎么了？少了这个虾米啊，那个汤头就不对，你知道吗？也是。再者说了，都已经到海边了，你想吃什么海鲜，还怕吃不到吗？你说了老半天总算有点心得了。是吗？就是走遍台湾各地的客家庄，我们吃东西除了吃传统道地的客家美食之外，最重要的要尝试那种
创意，哎对不对？我这个人啊，就是最擅长的就是举一反三了。有，那你有什么新的火花吗？我在新浦有一个大姑丈，他是当地的柿饼达人。哦我在他家真吃过很不一样的料理哦，柿饼炖鸡汤。哎，这听起来像水果入菜。哎，巧得不得了！我还有一个阿姨啊，这2年在苗栗一带养殖大闸蟹，小有成就。是，那，所以呢？我就在想啊，当这个柿饼的清甜遇到蟹膏的浓郁，这2种强烈极端的口感在饕客的口中强烈的赌斗，激发出来的结果，那别说是火花了，比那个放烟火都还精彩呢！柿子配螃蟹，一点没错，保证惊艳。惊艳！哎我看你准备进医院了。怎么说呢？农民历上写的清清楚楚，柿子跟螃蟹相克，你要吃了你也不怕拉肚子啊。那我怎么办呢？所以啊，我们这次客家美食料理比赛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们，不但要吃到传统，吃到创意，吃到饱，吃到巧，最重要，身体要顾好。没错，掐秀林，郑春山，圣梦台架。安子 C。哇，做上个哩什么感觉？两位先生带来精彩的爱爱客家菜，讲来讲去，泰家创意模式爆也还是懂爆嘞，因为太多客家菜了，所以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好，我想呢补充介绍2位与会的贵宾哦。我介绍我们的南投县政府的副县长陈正生陈副县长莅临，以及我们的南投县政府的文化局局长林荣森林局长莅临，谢谢，感谢。就接下来咧，你讲客家演飞对人家客家的美食，真经系大力的推动，也一直很向。